正所謂想要身體好，五穀豆漿少唔到。今日老王就同大家分享一個星期一到星期七都唔一樣嘅豆漿做法，尤其係第七款對各位靚女特別友好㗎。記唔住嘅姊妹記得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星期一我哋先嚟個國宴豆漿，先準備30克嘅黃豆、10克嘅冰糖、15克嘅大米同埋10克嘅小米，全部洗乾淨之後呢，直接倒入破壁機入邊，再加返600毫升嘅清水，撳豆漿模式等30分鐘就有得食㗎啦。呢個配方呢，就真係經典永流傳啦，飲起身細膩香甜，不愧係央視報道過嘅國宴豆漿。星期二花生核桃豆漿嚟啦，先準備3粒核桃，核桃呢，我哋揀啲果肉飽滿啲嘅，食起身香好多㗎。花生呢，我哋今日揀咗20克嘅紅皮花生，營養會更加豐富一啲嘅，再加返20克嘅小米同埋20克嘅黃豆。如果細路仔中意飲甜啲嘅呢，再加返10克冰糖都係冇問題㗎。將所有食材都清洗乾淨之後呢，全部倒入破壁機入邊，跟住再倒返600毫升嘅清水，撳豆漿模式，同樣都係打返30分鐘。一杯香濃順滑嘅花生核桃豆漿就整好啦。平時返學辛苦嘅小朋友用得多啊，早上整返一杯啊，能量同埋營養都跟得上啦。星期三我哋整返一杯綠豆豆漿，20克嘅綠豆、8克嘅蓮子、3克嘅乾百合同埋15克嘅小米，再加返10克嘅冰糖，洗乾淨之後呢，全部掉入破壁機入邊，再加返600毫升嘅清水，撳豆漿模式等30分鐘就有得食㗎啦。呢款豆漿清涼解膩，特別適合冇胃口嘅時候飲。星期四呢，我哋嚟一杯3克豆漿，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各20克，再加返10克嘅核桃同埋10克嘅冰糖，將呢啲食材全部掉入破壁機入邊，加返600毫升嘅清水，冚返個蓋，同樣都係揀返豆漿模式，打返30分鐘。黑色食物蛋白質同埋鈣含量都好高㗎，用呢個打出嚟豆漿啊，細膩絲滑，唔需要過濾，一啲雜質都冇嘅。早上起床整返杯，能量十足。老公返工做牛做馬啊，都精神爽利啊。星期五呢，我哋飲主薯淮山米糊，100克嘅主薯，30克嘅淮山，20克嘅大米，再加返10克嘅冰糖，跟住再倒返600毫升嘅清水，冚返個蓋。今次就要揀米糊模式啦，打返嘅30分鐘。大家睇睇。咁樣打出嚟嘅米糊啊，特別細膩絲滑啊，全部都係花青素同埋膳食纖維，呢個對女性朋友呢特別友好㗎，美容養顏仲健康，屋企嘅長輩嘅呢都可以叫埋一齊飲㗎。咁到星期六呢，我哋女士就要飲營養嘅減脂豆漿啦，15克嘅黃豆、15克嘅小米、10克嘅燕麥，再整返10克嘅冰糖。呢度嘅食材呢都係唔使提前浸泡嘅。打起身就好方便啦。除咗冰糖之外嘅食物，全部清洗乾淨之後呢，放入破壁機入邊，加入400毫升嘅清水，跟住揀豆漿模式，一邊煮一邊打，等燕麥同埋黃豆、小米呢啲食材完全融合埋一齊。呢啲呢都係低能量食材嚟嘅，但飽腹感啊特別好。平時中意多啲運動，又想瘦翻呢個肚腩嘅姊妹啊，可以多啲飲啦。到星期日啦，我哋嚟整一杯女士們最中意飲嘅五紅豆漿，紅豆、紅皮花生同埋紅棗各30克，10克嘅杞子同埋1粒紅糖，洗乾淨之後呢，掉入破壁機入邊，加返600毫升嘅清水，同樣都係冚返個櫃，揀豆漿模式打返期30分鐘。呢個豆漿啊，我同你講，每日飲返一杯呢，面膜同埋腮紅都慳返唔少啊！呢7款豆漿啊，健康又好飲，絲滑得嚟又十分香甜。學識咗呢，再唔需要出邊買豆漿啦，自己喺屋企就可以輕輕鬆鬆搞掂，而且日日唔同款。屋企有免治破壁機嘅，可以按照老王呢個食譜，勤力啲煮俾屋企人飲下啦。今日老王嘅視頻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大家覺得有用嘅話，
記得點讚關注起身啦。